云林古坑的草岭有真丰富的自然景观，即马县政府为着要提高旅游的品质，所以要来推动营造计划，上济会补助旅馆也是民宿300万块。针对这个建筑物的外观，也是软体、硬体设备等等，做伙来提升古坑的观光实力。接送巴士甲游客一个一个载上山。疫情过后，云林古坑草岭虽然平常时嘛有袂少人会来，不过为着要让游客有更较好的旅游品质，云林县府提出古坑地区大房业者的营造补助计划，只要伫古坑山区的合法旅馆或者是民宿，拢会使申请。补助能够来提升我们整个山区的一个旅宿的一个品质啊。那这个计划的话，我们预计投入每家提出的业者的话是一个合法登记，最高能够申请的金额就是300万，那是以相对等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执行。云林县建设处表示，云林的山区拢总有9间旅馆、48间民宿。营造补助计划会针对建筑外观、大厅柜台、周边公共场所、疫情设备，佮有无障碍设施等等5大项目来补助改造。经费是业者甲县府各人出一半，上济特间会当补助300万。互阮的门面会较水，甲房间卫浴设备会当较先进，提高人家的品质，人家就享受到这个好的品质，带动着咱草岭这个观光，有业者表示，疫情过后出门佚佗的人变多，草岭所落来购樱花季，会请更较侪游客来观光。希望业者提案了后，县府会当量早核定补助，提升山区大房业者的品质，增加游客来第二届的比率，带动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